加識得去同人相處，面對唔同嘅困難，更加理解到人哋喺我嘅成長入邊留下咗足印。當初入宿舍大概12、13歲啦，抗拒嘅，即係覺得好似貿貿然咁，突然之間要去適應一個新環境，咁身邊少咗啲親近嘅人、熟悉嘅人，咁都係呢度嘅姑娘去一步一步教我點樣認識自己嘅情緒啊，要點樣去渡過一啲呢啲嘅難關，俾咗好多愛咯，俾咗好多耐性咯，教我點樣待人處事，識得去尊重人、理解人哋。其實都好開心見到佢轉變啦，亦都好開心見到佢而家定咗好多啊！即係會諗後果，亦都會為自己考慮多咗。如果我冇住過宿舍咧，我諗唔會有而家嘅我咯，唔會有一個自己嘅目標，所以佢哋嘅幫助對我好大。一細個成日都係㗎，唔開心嘅位就係點解我哋同朋友好似同其他人都唔同，點解我要住宿舍？不過自從就係喺宿舍入邊個阿姨咧，就其實對我幾好嘅，幾錫我嘅。佢有時帶我出去玩啊，行下山啊，出去食下嘢啊，或者可能露營啊、宿營嗰啲啊。嗰一排就開始個人嘅心情就比較活潑咗啲啦，即係冇之前咁樣成日唔開心啊。好彩有宿舍啦，即係個宿舍幫到我可以有學校返又成。但假設如果冇呢啲嘢，其實我都唔知自己可以做。點樣可以繼續行呢條路？好開心啊！阿鄧 Sir 佢又付出時間又付出汗水咁樣同我一齊行，佢幫我運動，其實我都好感激佢。好多年青人咧，其實喺成個成長過程，好多都係需要人哋去到陪同同埋鼓勵啊！有人陪住佢哋咧，嗰份信心同埋嗰份嘅積極動力咧，會更加大。我覺得宿舍係我第二個家，俾到溫暖咯，同埋都係揾到自己人生目標。有時我哋會覺得自己係教緊小朋友一啲嘢，喺咁多年嘅工作經驗咧，原來係互相學習嘅。如果嗰盞燈要着咧，其實真係要兩條線一齊搭通咗咧，咁先至會着到嘅。我係 Dennis，咁喺宿舍已經做咗28年啦，係一早有個好明確嘅目標嘅。如果喺自己嘅工作裏面可以將呢啲嘅好嘅影響咧，俾到啲年青人嘅話咧，其實都係好有意義嘅，又學到嘢咁樣樣。同年輕人相處，我諗都係要耐性啦，同埋真係要接納一啲我哋可能未曾接納過嘅想法啊，或者係態度啦。起碼即係將嗰個大家互動嘅渠道咧打開咗先。如果嗰個渠道係雙向嘅話咧，佢又有份參與當中嘅，咁對於佢嚟講咧，佢又會覺得呢盞燈係佢有份整着佢嘅，咁佢咪會更加落力啲咯。然後我哋先可以即係俾更加多嘅影響力佢啊。咁所以我覺得喺即係呢20幾年裏面咧，都見證到好多唔同嘅同事都帶俾咗社員一啲好正面嘅影響，見到佢有一啲嘅正向嘅成長同埋改變咧，呢個都係我堅持到28年嘅原因嚟。你可以成為一個點亮人哋生命嘅人。照顧啲小朋友真係好有意義咯，父愛又好，母愛又好，啲破碎家庭嘅小朋友就佢哋係好需要嘅。即係雖然自己冇乜咩能耐啊，原來我喺度做咧，其實我都係幫到啲小朋友喎，對個社會都有啲作用嘅喎。做咗23年到，即係23 1/5世紀。主要負責照顧啲小朋友啦，佢食啊、住啊、穿着啊、病啊、學校啊，咁咧仲包括埋家人啊，咁呢啲方面咧，我哋都全部都要去顧及嘅。兒童之家嘛，兒童之家呢個名就係一個家嚟嘅，所以咧佢係俾個小朋友本身係個家嘅感覺，所以咧我哋都教啲小朋友，佢哋都係一個家裏邊嘅，所以佢哋嘅生活咧都係互相點樣去幫助，又互相點樣去照顧。喺呢23年裏邊咧，做咗200次父母嘅甜酸苦辣乜都有嘅，就好似有咁多個仔仔女女一樣，好期望佢哋將來嗰條路可以行到直啲，有多啲人愛佢哋，咁佢哋又可以生活得更加即係暢順啲咯。即係呢個係我真係最大嘅期望，即係我份工都好有意義咯。
家社嘅同事啊、姨姨啊，教識咗佢好多嘢，到而家同我哋一齊住啦，可以妥善咁樣去處理到佢自己嘅事，可以完全獨立咁樣去生活咯。即係我覺得呢方面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咯。衷心咁感謝兒童之家嘅每一位員工，提供一個充滿愛嘅環境，令到兒生女可以安心生活，以積極正面嘅態度去面對每一個難關。好多謝兒童之家，亦都好多謝所有職員去照顧我細佬。由社會福利署資助嘅兒童住宿照顧服務，主要係為因家庭突變、行為或者情緒問題而暫時未能夠得到適當照顧嘅21歲以下兒童同埋青少年，提供過渡性嘅住宿照顧同埋保護。服務分為院舍同埋非院舍兩類。院舍服務包括留宿幼兒中心、兒童院、男女童院以及男女童宿舍。而非院舍服務包括寄養服務同埋兒童之家。個案社工會以符合兒童最佳利益為首要原則，為兒童訂立合適嘅照顧安排以及長遠嘅福利計劃，讓兒童可以盡早與家人團聚，或者為獨立生活做好準備。